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伫个圣主日，咱会当组织伫个圣殿来敬拜主。感谢主，伊拣选咱做伊的囝儿查某囝，伊做咱随时的帮衬，伊为咱平静风甲海。只要有上帝，咱的心就无惊吓，无摇喘。咱做伙来唱一首《若是有你伫我生命中》。海水会干，石头会烂，上帝疼痛，永远拢会甲咱伫地。感谢主，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，伊舍己将永远的活命来相许。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爸，伊是在疼我，伊用慈悲款待我。感谢主，咱做伙来唱这首《我相信》。
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，耶稣是我的好朋友，伊舍己将永远我命来相思。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爸，伊是在听我，伊用慈悲款待我。我相信，相信是我的安慰者，伊是用温柔的同在来看守。我相信，是命充满美好计划，以至伊相随，我要一生跟随伊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心可以有福气，算着这生活的道路不骗你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上帝永远拢是真。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，永远袂离开我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伊就是阿爸爸，伊看我最宝贝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上疼我的就是阿爸爸，伊疼我最宝贝。咱做伙阿头来祈祷，听阮的阿爸爸，感谢你赏赐阮满满的恩典，互阮的性命真做阮性命真做阮一世的帮赞。就算是伫阮人生的风雨中，你有缘互阮满满的疼甲平安，引带阮头前的道路，互阮无惊吓，无摇带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阮相信你是阮性命的拯救。认捌主是阮一生中最大的福气，求主帮助阮一生会当行伫主你引出的道路当中，一生拢无偏离，享受主你同在的平安，甲满足的喜乐。感谢主，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唱一首诗歌《遇见你》。全心仰望依靠，我便不知动摇。你与我同行，你爱我到底，这一生有你真好。
全心仰望依靠，我便不知动摇。你与我同行，你爱我到底，这一生有你真好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
我要扬望用山，我的房站对倒落来，我的房站是对耶和华来，伊是创造天地的，伊要互你的脚无摇错，保守你的无得顿眠，保守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你的，伫你的正边做你的阴影。咱起哩来吟圣诗24首，上帝做阮代代的帮站。咱犹原徛哩，来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，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来岛里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做罗因府。第3日，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的大病，伊要伫遐来审判活人甲死。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同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过来坐吟圣诗244首。有主耶稣，我要倚靠你。
咱坐用选手。来，启个门。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。我的灵啊，我你捌对耶稣讲，耶和华讲。论到地上圣的百姓，用别个神替我耶和华的，伊显的典籍的会的册，我无要献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甲我背中的份业。所让的，予我的地，实在真水的所在。我要学落迄个教示我的耶和华。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。因为如此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。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伫阴间，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。咱车坐音乐那个诗诗247首，主耶稣，我要倚靠你。请咱压头来祈祷，听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伫阮患难中，你是阮的及时的帮助，心灵的倚靠，主啊，感谢你用慈爱充满阮，感谢你用无限的疼来疼阮，互阮通透过做工来荣耀你的名。有时阮来野心的时阵，总是你用你的爱来疼阮、保守阮。互阮有信心来倚靠你，主啊，求你加添阮的气力。安尼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请升歌队。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。咱来看旧约圣经以赛亚书27章第3节。我耶和华是固守葡萄园的，我时刻管压伊，每日固守伊，免得人损害伊。咱过来看一下圣经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4章16节。所以，咱着好胆就近稳定地座位，通受怜悯，也得到稳定，做及时的帮助。见到上帝是咱对
随时的帮咱，请陈牧师。刘兄姐，大家平安。上帝祝福恁。伫美丽的春天，我感觉非常的幸福。每一早起起来，我会当看到足侪花的色。我真爱花吼，我嘛真爱动物。我熟悉着咱社区的一个人，伊邀请我去看伊的花。伊的花毋是日时咧看的，伊讲牧师，我种的花是暗时，拄啊好天要暗的时阵，你来看上介水。我讲哈，暗时咧看的花，毋是琼花吗？伊讲毋是。所以我就照伊讲的时间去甲看，有的花伫迄个时阵，日头拄啊落的时阵，伊的色甲中昼时还是早时咱看真正无共款，迄个色真水。伊甲我分享迄个天要暗才看会到色彩的花。了兄弟姊妹。伫美丽的春天内底，咱安怎受起咱的上帝？我感觉吼，我真歹势。为虾米？圣经内底足侪话吼，若迄祝福的话、应允的话，我拢马上背起来，啊，佮家记条条。像上帝讲，我的恩典够爷你用。啊！我会稳定，逐早去换新的话来学乐上帝。我头仔想足久的呢，我想足久的，有啥物话会当来学乐？遐尼水的春天，我只好感谢上帝。我甲上帝讲：上帝，你互我看见你的荣耀，你创造的大困难，春天的美丽。何况是咱人，上帝随时搁较疼咱，搁较照顾咱，咱三甲来祈祷。听愿、灵命愿，日日互阮新的恩典，天父上帝，阮感谢恁。阮要感谢你，伫遐尼好的天气内面，阮三甲组织。伫遮敬拜你，我要感谢你，互我的心看见你的水，看见你的荣耀。恳求主施阮灵命愿，互阮的心中充满搁较侪感谢学乐的话语。愿安尼祈祷，感谢奉主的名，阿门。恁位兄弟姊妹，我捌伫一个无意中的中间，到一个真特别的团体演讲。迄一开始是我互人邀请去一间学校做演讲。伫迄个演讲了后无偌久，有听见迄个演讲的一个老师敲电话，伊邀请我搁去另外一个演讲。我就照伊讲的时间，照伊讲的地址。我甲问讲，你邀请我去演讲是要讲啥物？伊讲吼牧师，你着照伫学校讲的安尼就好。哇，简单啦！照伫学校讲的，迄种的故事足侪哦。迄个时阵我常常去甲学生演讲，所以迄个故事足侪。我就无烦恼，就去到遐。去到遐，我才知影，迄是一个他宗教的团体。迄是一个，遐个人100几个人坐伫遐，我毋知为虾米，
恁的信仰甲我的信仰差遐济，恁会找一个基督教的牧师来遮。迄个会长，伊搁较趣味，伊讲吼，咱这个老师吼，阮孙仔介绍的啦。啊，阮孙仔讲吼，伊讲故事袂歹听啦。啊，来遮吼，才知伊个基督教的啦。啊无吼，咱今仔日来听一个基督教的上帝啦吼。我真正是甲我考试啦吼。啊，然后因着先开会，因好佳早有迄段时间，我坐伫边仔安静祈祷，我上帝毋好互我闹开吼，我实在足含慢的，啊，佫足大意的啦吼，遐尔好担安尼，吼，硬着头皮就来。啊，我知影吼，我种软正，但是我知影你的稳定教也我用，但是我毋知影我要安怎介绍你呢？上帝，你甲我讲，我要安怎介绍你？伫祈祷了，上帝就互我一寡经节，我就照遐经节会感动，就准备要去咧啊。当我去的时阵，我甲伊讲，真感谢恁要熟悉阮的上帝吼。啊，阮的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？我会使甲恁分享啦吼。圣经讲，恁爱认捌上帝，上帝就要互恁平安，也要互恁得到福气。啊，这个平安吼是咧指啥物？这个平安是讲吼，上帝要照伊逐种的方法，互人得到平安。咱等者，我会互恁看迄个经节。上帝照逐种的方法，互咱得到平安。福气咧，福气是一个生命的圆满。迄个生命的圆满有两项，第一项，上帝会互咱教业的物质生活；第二项，上帝会互你内心安那有快乐。伫你艰苦的时阵，伊要安慰你；伫你软正的时阵，伊互你快乐。上帝佫会引带你一步一步向前，行到伊要祝福你的所在。这就是阮的上帝。好佳哉讲到遮的时阵，大家较无人佫讲话啊！感谢上帝。然后我就甲因讲，阮的上帝讲一个小故事，讲伊是啥物款的上帝。迄个小故事会使讲是一个小小的比喻。我的上帝讲，看遐有一区出好酒的葡萄园，这区出好酒的葡萄园吼，我安怎，咱的上帝安怎甲伊固守呢？时时刻刻甲伊灌压，甲伊压水，甲伊加添肥料，伊欠啥物货，上帝就甲伊藏落去。然后上帝讲，我暝甲日固守，我无爱互人甲伊损害。上帝讲这个故事是咧讲我安怎保护恁，所以我甲因讲，阮的上帝是时时刻刻知影阮的需要，时时刻刻帮助阮的上帝。所以阮的上帝是阮随时的帮助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是毋是咱随时的帮助？是无？阿们。上帝真正是咱随时的帮助。伫咱软正的时阵，伊讲我会稳定教业你用啊。伫咱欠缺的时阵，上帝讲我互你一切拢教业咧。伫
伫咱失志、艰苦心的时阵，咱的上帝讲：我要互你忧伤变快乐，烦恼变喜乐。我要互你对我的恩惠满意。中文版讲知足啊！咱兄弟姊妹，要去倒找遐尼好的上帝？我甲迄人讲，阮是上帝较好，为什么恁无法度信着？因为上帝讲是伊拣选人的，毋是人拣选伊的。哇！咱兄弟姊妹，咱互上帝拣选，诚做伊的百姓，诚做伊的囝儿，是何等的福气！这是上帝伫以赛亚书第27章第3节所讲的一个小小的譬喻。伊讲：我耶和华，我的上帝，恁的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？就是安尼咧疼恁、帮助恁的上帝。咱的教会已经足久无种草花，因为 COVID 的关系，还是讲草花起大价。但是今年咱发现草花无啥物起价，我就去甲医生去搬一寡草花转来种。迄改良的凤仙花足水的，但是足麻烦的。你一日无甲压水，伊就规个拢倒落去。你甲压落去，伊就起来。咱的人生嘛是安尼，人会袂记得甲草啊压花，但是上帝绝对袂记得甲咱管压。你需要啥物，上帝就加添咱啥物。若是安尼，你知影上帝伊安怎帮助恁无？这个上帝是随时帮助咱的上帝。恁知影上帝安怎帮助咱？你安怎回应这个上帝的帮助？还是你感觉共款啊？有上帝无上帝拢是共款啊？两兄弟姊妹，你爱会晓去回应上帝对你的帮助。咱知上帝是无空间、无时间限制的上帝。上帝伊所要互咱的真趣味哦，伊袂照咱所想的。因咱所想的，咱想袂到。上帝会照咱上好的、上适当的互咱。检查你想讲哇，上帝较无互我这我爱啥物，但是上帝确实互你另外一个物件，后来你才会知影，哇，上帝互我的是上好的。几年前，我有一个亲戚，伊敲电话来。伊要送咱一个管风琴，咱知影，恁捌看过管风琴无？足大座的。伊讲吼，即座算较细座的啦吼。阮公司进入来，进几台入来，我想讲，无来捐一台互恁教会。我甲伊讲，毋通，你互阮管风琴。我要囥伫倒？管风琴是足大座的呢，我要囥伫倒？我讲你今日甲我讲这，就好亲像你雄雄甲我讲，我送你一台火车，我要去倒？我要安怎驶转来？我要安怎牵转来？火车几啊千万，但是伫我看无价值。咱的人生就是安尼。但是咱常常，咱的目睭无法度看到咱的上尾，但上帝徛伫咱的头前，一直第一日开始到上尾日，上帝拢总知影，上帝拢总要互，伊甲你安排。换一句，换一句较好了解就是讲，上帝互你的是上界下事的，对无？上帝互咱的一定足下事的。咱兄弟姊妹，若是安尼，
我要安怎甲上帝是我生命随时的帮山，来做一个结合的。人真趣味的，人真够烦恼，人嘛真够爱照伊的意思去解决代志，人嘛爱家己感觉家己真够。咱常常甲上帝甲咱讲的话讲，我要做你随时的帮山，咱常常袂记得即句话。但是安尼，咱要安怎摕到即句，摕到上帝随时的帮山，咱要甲伊安怎联合起来？咱向日会的学生，若是真乖，阁有认真要读册，也是我感觉这个囡仔，伊的将来，伊会家己造就家己。真侪向日会的囡仔吼，伊是无啥物支持的，伊的生命无人甲伊支持。我常常会甲即种的囡仔带来礼拜堂内底，我甲伊讲吼，圣经讲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。靠车啥物意思？有钱啊！阮兜表示伊迄个时代吼，车有钱。马咧，阮兜足侪马，创啥战争爱马啊，所以伊是有权利的人。所以有人靠金钱，有人靠权利，但是圣经教咱，独咱爱倚靠啥？倚靠耶和华，咱的上帝。我甲伊讲吼，我讲你为遮出去了后，你无任何的倚靠，靠你咧，要安怎靠你？在国中拄仔毕业的囡仔，要靠你啥物？你爱靠上帝。然后我就用一节的圣经互伊。迄节圣经吼，咱拢足熟的。我真爱迄个口语化啦吼，就是讲读着圣经讲啊，上帝慈神爱所，我就常常共讲，咱来祈祷，互上帝慈神爱所，甲咱牵条条，咱莫放弃。但是即句慈神爱所的后壁有一句更较好的话，我真爱甲为遮出去的毕业的囡仔带来教会内底，甲伊祈祷。我用何西阿书互伊看，我来找这个圣经再互恁看吼。这是上帝伊要帮助咱的。好，何西阿书伊讲，上帝讲，我要用慈神爱所甲恁牵掉咧。我对待你们，好像甲牛这两个。要互伊无爱食物件的，互伊一直做工课，才甲伊拍开。搁来即句，足侪人足爱听。伊讲，我要甲食物放伫你的面头前。上帝，伊用慈神爱所牵咱行。伊毋是安尼尔，伊搁甲食物放伫咱的面头前。互咱会当食饱、臃肿，对伊行。上帝保守，上帝帮助咱遐尼全面。我甲迄几个真乖毕业生讲，你靠上帝，上帝用慈神爱所牵你行。然后你毋免烦恼，你搁来生活安那？上帝会甲食物放伫你的面头前。恁兄弟姊妹。你有相信即句话无？我足相信即句话哦。上帝甲食物放伫我的面头前。有一个姊妹，伊翘倒摆入来，然后伊就来遮哭的大声哭，伊哭我足大声。等伊哭一站过，我才入来，我甲伊问讲，安怎？伊讲牧师，
我足艰苦的。伊讲伊会艰苦，伊讲伊无气力通去祈祷啊。伊过来，伊毋知要安怎祈祷。伊讲我上帝互我遐尼艰苦的日子，我要安怎祈祷？咱们兄弟姊妹，伊要安怎祈祷？我讲有。咱来看一个上帝秘密武器，要互你会晓要安怎祈祷。这个秘密武器吼，是伫我破病的时阵，我领悟到的。这个秘密武器吼，足好的。我讲吼，摩西吼，带迄群百姓要离开埃及的时阵，哇！迄群百姓一直甲伊吵，明明是做奴才，互人带出来，伊即摆到遐无通食，伊就甲摩西吵。摩西就讲：啊，恁去捡玛纳，上帝互因每一早起拢有玛纳通去捡。玛纳食了先，伊就去甲摩西讲：阮拢无食肉啦。上帝就飞一堆鸟仔尾仔来，互因食肉。即摆食肉食了，因就讲：啊，阮拢无食着菜啦，永远拢袂满足。这就是咱啊，咱无共笑。迄就是咱啊！咱对上帝的祝福，咱永远袂满足。我讲，摩西面对着这摇把叉的人，摩西实在嘛无气力，佮甲因引带落。摩西嘛甲上帝讲：哎哟，你快叫我来带因。但是后来摩西做一个祈祷，讲上帝啊，你互我拄着偌济艰苦，你着要互我拄着。偌济欢喜，哇！摩西有效祈祷无？我上帝，你互我5分的痛苦，我要得到5分的欢喜啦。减少我要得到搁较济。伊讲有吗？牧师，圣经有即种的祈祷吗？有。咱来看吼，这是摩西的祈祷。伊甲上帝讲：求你照着你互我受苦的日子。甲我患难的年岁，互我得到喜乐。伊这原文是讲啥呢？你互我偌济艰苦，你就要互我偌济喜乐。你互我偌济患难的日子，你就要互我偌济平安的日子。这是摩西祈祷。当我艰苦的时阵，我一直用这个祈祷，上帝啊，我较会遐艰苦咧。但是，当我艰苦了，我要爱加倍，我要爱加倍的健康，加倍的喜乐，加倍的平安。这就是上帝允准咱，允准咱亲近伊，允准咱，互伊成做咱随时的帮助。因为兄弟姊妹。圣经有足济即款的话语，咱来看。人生上无可奈何是啥物？面对生老病死，面对生老病死，特别你有一日发现讲，我较久袂落蔓草的时阵，迄心肝足郁卒的咧。你着去举一块较细地椅仔来坐，有一日你坐即块细地椅仔你爬袂起，你必须要搁举一块较悬的椅仔来坐。这就是我。有一日，迄个罐头，迄个船开，我船袂开，我摕去互牧师，牧师，你甲拍开，牧师嘛船袂开。我就讲，咱拢老，后白讲，我拍会开。好，牧师打舞几步，袂开就是袂开，因为安那年岁到啊，无气力啊。这是一个足重要，咱必须要认捌着咱家己会无够硬。常常圣诞节咧布置的时阵，四只一举楼梯就爬起来，就开始伫遐用。我拢感谢上帝，四只一今年也阁爬起来，感谢上帝。
生老病死是咱无可避免的。我徛伫遮，我还佫会记倒一位是啥物人坐，倒一位是迄个兄姐坐，倒一个兄姐对我讲过啥物话，倒一个兄姐甲我共同经验过啥物。但是伊即摆已经拢伫上帝遐。人伫生老病死的时阵，即款的境遇，咱伫心中会产生足侪两者无够个亏难。咱来看上帝安怎甲咱做保证，伊要随时帮助咱。伊讲我随时随时亲自要互恁平安，照着你拄着代志的时间，照着你拄着迄个代志，我要互你平安。伫咧另外一个翻译本，我真爱吼，迄个翻译本讲，上帝要照伊的方法，互咱得到平安。上帝要照伊的方法，互咱得到平安。自从即句话进入我的生命内底，我感觉我活了真坦然。我勇敢面对我的艰苦，我勇敢面对我艰苦了，佮拄着的艰苦，我勇敢面对一个人来离开我。我的妈妈98岁，我若要带伊转去阮的故乡，伊拢讲我无爱去。为虾米？伊较早足爱去啊。为什么即马无爱去？因为伊熟悉的人拢无伫咧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人生有足侪无可奈何的代志，上帝是咱啥物？随时的帮助。这个帮助是一种的倚靠。不管咱拄着啥物代志，上帝平安一定伫咱心中。不管咱面对着啥物款的苦难，咱拢有法度为上帝话得到安慰。上帝用足侪方法，互咱去领受着伊的平安。咱嘛有足侪方法，会当安那进入上帝的平安，甲伊的帮助的内面。其中一项就是把圣经的话放伫咱的心中，不管咱拄着啥物代志，圣经的话就会伫咱的心中，成做咱的气力，成做咱的安慰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搁倒转来一开始问咱的，伫遐尼美丽的春天内底，你心中有一句阿拉上帝的话无？若是有，咱大声讲出来好无？有人要讲无？啊，遐尼水的春天，我要大声来学了上帝。若无转去厝里家己讲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信仰圣经内底足侪话，拢会当成为咱的生命的口号。就像我讲的讲。上帝予我一切教育，上帝稳定教育我用。上帝予我每一早起好打甲伊的头前，领受伊的啥物稳定怜悯，做我随时的帮衬。上帝用伊的慈神爱所看我，佮用食物摆伫我的头前，予我有气力对伊来行。但是这个口号若无真正伫咱的生命活出来，无办法发生作用，你无办法领受到幸福的人生，你无办法得到上帝福气。教会有一个努力，这个教会最近印3本小册，一本是要主日学背金句，这本金句内底有足侪口语化的背诵，譬如单单一句话。上帝稳定教育我用，譬如单单一句话，上帝是我随时的帮助。
第二本册是一本的小册子，这本小册子是为去年妇女团契办活动，迄个册子改编的，要互人藏伫咱的袋仔，咱行到倒拢会当摕出来显。还有一本是甲圣经内底的圣经组织起来，变做一本册，要送互各位。你若无用要读圣经，你若无用通为圣经内底去找，你为迄内底会当找出来真侪对你帮助的话。但愿咱迄3本小册，互上帝是咱随时的帮助，成做咱生命的快乐。咱三甲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要感谢你，你听阮，你保护阮，你随时知影阮所欠的是啥物，你相信阮是对阮上好的，祝阮的人生，我要恳求你的慈神爱所，毋通对阮的身上放掉。我要恳求主，将你的食物放伫阮的面前，不管是心灵的食物，你的话语，还是物质上真正的食物，主你拢相信阮好食的，互阮食了健康的、有智慧的、有聪明的，互阮食了更较有快乐，跟随主你的脚步。阮安祈祷感谢，奉主的名，阿门。请咱用圣诗294首，至大上帝愿你带阮，请你起立专心。我
心来奉献。平安的，请达牧师。弟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啊，今仔日这做这话，甲妈妈拢转来吼。啊，你先敢有转来？哦，考试啊，考试是伊咧讲考试。啊，咱坐伫头前，即排的姊妹，嘿，对，嘿，平安，嘿，哦，嘿，哦，对，欢迎恁来吼，嘿，欢迎恁来。啊，还佫有久久无来，无啦吼，咱逐个拢迄落。好，咱来用耶稣听恁来互相请安。
耶稣永远听咱的上帝永远照顾咱，诚做咱随时的帮衬。弟兄兄弟姊妹，咱有足福气的无？咱来认真做福气的人，福气的人是活伫上帝听内面的。搁来要报告就是福气要到恁兜。咱伫咱的妇女团契吼，今年有一个活动叫做“幸福到你家”。啊，若是后礼拜，咱是要去迄个进财商因兜，进财商就讲“幸福到我家”吼。所以阿芬甲我讲，牧师到底是幸福到你家，还是幸福到我家？我讲通通一样吼。嘿，若要去恁兜，你就讲幸福到我家；若要去因兜，你就讲幸福到你家。啊，幸福要如何到这个家呢？迄个，请咱吼，伫后礼拜，还是你转来就会识的吼，你传一句圣经的话送互这个家庭，吼，你为载入圣经的话送互迄个家庭，啊，你要安怎送？你甲伊赖伫个迄个妇女团契的群组内底，啊，你若是无伫妇女团契的群组吼，啊，麻烦恁来加入，吼，麻烦恁来加入，啊，恁伫个拜三祈祷会了就结束吼，拜三祈祷会了就结束，迄个麻烦美秀你甲怡君加入吼，啊，咱要将恁送互因呢。这祝福的话，要甲伊成为一个小小的设计。啊，到迄日，我会将这话去送到恁兜，就是幸福到你家。吼，上帝这祝福的话，拢要藏伫恁兜，吼，也是足好的呢。咱已经排到明年啊，若有要搁接煞排吼。较紧来报名，遐演传所摆来恁遐好无？演传所因遐足水呢，伫咧玻璃很漂亮，嘿，恁兄弟姊妹，互咱这个活动，每一个人拢领受着上帝祝福。啊，咱去到遐，毋是牧师要去遐讲道，是迄个家庭爱伫遐讲因分享。因信主，上帝祝福，上帝诚做因随时帮衬的祝福。啊，了，咱伫遐有简单的交陪吼。但愿每一个人拢来参加。后礼拜礼拜了，咱就要去进财商因兜吼。因兜我嘛捌去过吼。这应该进财商讲啦，但是我先讲，欢迎大家来因兜，欢迎大家来因兜吼。好。迄个，搁来，咱来为着生日的人祈祷。生日的人有玉明、明辉、陈慧、佩蓉、文芬、英雀、俊雅、张丽清，吼，伫个咱中间可能只有陈慧，咱请陈慧来头前吼，咱感谢主贵陈慧经过。
互遐个兄弟姊妹，互因来到世间，搁受主拣选的福分，永远袂无去。愿安尼祈祷，感谢奉主的名，阿门。请我来报告，漳州的聚会出席82人，迄现金6220块，主礼学7人，现金拄好430块。主礼礼拜，即礼拜9点半伫教会，祈祷会拜三伫8点伫教会，查经班拜六9点，早起9点暂停。下晡暗时7点半伫线上，献干互师后礼拜诗会胡素基长老，领诗陈英宏长老，诗情陈千玉，诗线交代张谢洲技术，林安路技术，爱参陈惠美，新安宫读经表咱顺时家己看。具体交通以第一为着愈外的兄姐健康甲生活祈祷，求主保守大家身心灵拢健康。耶和华以勒永善甲恩。第二，请曾牧师祈祷，曾牧师代表台南新学院主理伫台南东门教会庆安报告。第三，请为着技术退休月祈祷，3月28暗时到3月29下晡时3点。第四，3月30日下晡1点半，伫妇女团契聚会，幸福到阮兜，地点伫李淑清姐妹家。爱餐结束了后，教会集合出发。第五，杨那村技术奖金先去注价，咱家己看，请尽量迅速缴交成绩单。第六，生日的有洪淑敏、张明辉、李晨慧、李佩蓉、张文芬、李英雀、庄巨雅、张丽清。奉献报告家己看。如果有错误的，请为会给见证。大道事项：第一，为新兴欠安的钟言、庄仁聚、黄宏仁、洪吉新、庄彦昌，以及教会长老所有长老的健康平安代祷。为了教会青年身心灵课业、升学考试的祷告。升大学的有陈慧安，升高中的有钟善如。第三，为适婚的青年婚姻代祷。第四，伫出国在外的青年有林怡轩、刘义明、庄爱玲、陈恩金代祷。第五，为姊妹教会代祷，福林教会一教会德克达雅教会。报告以上，请咱来吟圣诗513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。请起立，我们一首。咱来领受上帝祝福，愿圣神运行伫咱的当中，运行伫咱的生命中，成做咱的恩赐。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甲恩典，日日时时刻刻加添予阮。愿上帝的帮助、眷顾，时时刻刻伫咱的生命当中。感谢主，阿门。